嗱，我哋咧就揾咗一位只有6歲嘅小朋友，咁睇下佢經過胡先生嘅訓練，心算嘅成績又係點嘅？2加79減81加42加63加93等於198。好嘢！預備81加7減63加42減37加40減70等於0。叻女，啱啊！點解呢個小朋友咁犀利呢？佢幾多歲啊？都話6歲咯。嗱，佢心算咁叻咧，係因為用咗胡成極力提倡嘅腦算、珠算、心算大陣法。就利用撥珠嘅原理，引發出我哋嗰個思維性嘅技巧。無形中佢個腦咧開始活動，增加佢個計數嘅速度不得已啦，就喺其他嘅集中能力啦、觀察啦，甚至乎思維嘅技巧啦，都一路咧就幫到佢啦。